讲到这手机啊，最近的这澳洲是针对16岁以下呢来禁止因使用这社群媒体，这是引起全球的讨论。因为咱国内嘛有真侪相关的研究，虽然讲教育部伫咧5月时阵有提出高级甲中等以下这学校校园行动载具的这个使用原则，也毋过其实针对着手机啊集中管理引起讨论以后，就无过进一步的修正啊。即马是有民间团体呢是要求这指引应该就要提悬到法律的阶级。这学校才有权通好来管理。行动载具要管理，不是惩罚，是辅导。教育团体和三大党的立委大声呼吁教育部，针对学生3C的管理原则，就要赶紧伫114学年第2学期提出通施行的办法。教育部伫咧5月有提出草案，不过针对手机集中管理的议题引起讨论了后，就无过进一步的修正。有学生团体呼吁教育部就要了解，实际上伫咧学校3C用品已经是学习工具的一部分。学生也普遍的回馈说，行动载具有助于他们及时查询资料、整理笔记，或者是拍摄板书等等记录学习历程。其实，在老师的指引底下，运用 AI 工具来辅助理解课程内容，已经是现在校园当中的进行式。另外，教育团体认为，目前广告的使用原则应当提升到法律位阶，定出明确的办法执行管理和义务，学校才有一定的标准和管理通有效管理。也那家长团体是指出，3C 管理嘛是教育和亲子议题真重要的一部分。呼吁教育部建立家庭的救助管道和教育工具，协助家庭处理3C 自律管理引起的亲子冲突。孩子在家里有可能他上网或者是游戏玩到半夜2、3点，然后第2天回到学校之后，他可能精神涣散，然后作业空白。因为有这样明确的法源之后呢，学校里面才有办法把他的办法制定出来。大家忙于经济，说实在话，我们也是长期会忽略孩子的需要，我们就很希望说有一个可以求助的管道。我们不只是我们家长也是很需要教育的，因为我们过去的年代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。民间团体呼吁教育部校园的3C 使用管理，不是要禁唔禁这简单尔，希望和学生通建立具体的数位观念教育，强化校内辅导流程和老师培训，嘛要提供家庭的资源。三党的立委嘛拢出面支持，表示会继续要求教育部针对校园的3C 管理，赶紧提出通施行的修正版本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